我去电话等你。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，教主？不然咱们回去吧，别再趟这趟浑水了。教主，自从我们和这个东方使者绑在一块儿，我们姐妹死的死，伤的伤，老教主留下的黑木令牌也被他们日月神教之人夺了去。尤其是你，几次三番的死里逃生，先是中了30脑神丹的毒，后来又被神秘人打伤，我们何曾有过半点好处啊？那神秘人武功高不可测，你若只身前往，终究是会送了性命啊！楚泉，你说的这些我都懂，但是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前去。倒是我在想一个问题：你一个人在黑木崖终究不妥，若是神秘人的党羽对你不利，也无人与你有个照应。你还是先回云南总坛吧。教主，你大可不必冒这个险。东方少使与你还未完婚，他还不算是你的夫君啊。我和他有血誓之约，他早晚会是我的夫君。就因为血誓之约，你就认定了他？教主，你聪慧一世，为何此刻如此糊涂啊？这血誓之约都是前辈那里的传言而已，你大可不必相信啊。那日，在衡山刘府，我命在顷刻，他突围前来，从剑派手中把我救出，自己却中了左冷禅的寒冰掌。那一刻，我便认定他了。你呀，还小，哪懂得什么生死之约啊？放心吧，有东方少使在，我不会出事的。凤凰，我还是想一个人走。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，但是现在连小妹也被神秘人抓走了，我不想连累你也出事。其实最可怕的事情，不是发现敌人武功比你高，而是你根本就不知道敌人在哪。我不想你一个女孩子跟着我冒险，所以才会把你一个人留下。这是我们五毒教养的时懂情义，他的夫君刚刚被踩死，他定会循着他夫君的味道去替他报仇，不会独自留下。还愣着干嘛？这个方向好像是通往杭州的。听上官云说，
杭州囚禁着什么了不起的人物，得快点了。希望咱们赶得及才好。向大哥，那日顶桑双剑说你用的是吸星大法。我这点微末的功夫，哪比得上吸星大法呀？这是我自创的法门，只是一些移花接木、借力打力的小伎俩而已。将敌人的内力导入地下，但是于我自己呢，却没有半点好处。原来如此。梅庄之中高手如云，随时都会有性命之忧，一切听我安排。两位驾临敝庄，有何贵干？嵩山、华山门下弟子求见江南四友。我家主人不见客。五岳盟主令旗，孤山梅庄和五岳剑派素无瓜葛，阁下这是何意？二位不必紧张，左师侄的令旗只不过是证明我二人身份的信物而已。这么说，阁下是左盟主的师叔？在下童化金，是武林中的无名小卒。那这位就是华山派的门下。这位是风二中兄弟，是当今华山派掌门岳不群的师叔。啊，风兄弟的年纪虽然比岳不群小了几岁，但却是风清扬师兄的堂弟。风清扬，对，也是风师兄独门剑法的唯一传人。请。风兄弟，请。两位，请。两位请在此等候，待我去禀告陛上。两位请坐。好。风兄弟，你瞧这幅画，看似稀松平常，但其中蕴含的气势确实不凡呐。此幅画似乎蕴藏着剑法。这位兄台眼光不凡啊，能从我的画中看出剑法。这位是嵩山派童爷，这位是华山派风爷，这位是梅庄四庄主丹青生先生。不知二位远道而来，所为何事？我和风兄弟来到梅庄，是为了找四位庄主打一个赌。打什么赌？赌梅庄之中，无人能胜过我风兄弟的剑法。哼，没兴趣。送客。二位请。
这幅画是北宋范仲淹的《西山行旅图》的真迹。四庄主，请过目。这是北宋范宽的真迹，你是从何处得来？我们要是输了，这幅画送给四庄主。这二人此时前来，绝非偶然。大哥，不要多生事端了，赶他们走吧。可他们手里面有《西山行旅图》的真迹，我一定要弄到手。二弟，你去一趟，看看他二人究竟是何目的。大哥。二位兄台，这是我二哥黑白子。见过二庄主。二位是要以《西山行旅图》作为赌注了？啊，在下还为二庄主准备了一部棋谱。哼，你也会下棋？哈，不瞒二庄主，在下生平最喜欢下棋。30年来，走遍大江南北，寻访各种棋谱，古往今来的各种名局，倒也记得不少。记得哪些名局啊？比如王志在烂柯山预先所见的棋局，还有刘仲甫在骊山预先对垒的棋局，还有这些神话，焉能信得呀？在下当初也是这么想的，但直到25年前遇到刘仲甫和骊山仙老对垒的棋局，实非凡人所能啊！你当真见过刘仲甫的偶血谱？全部120招，倒也尽数记得。走，到我的棋室，摆给我看看。下一步怎样？下一步，二庄主认为，下一步应该下在哪儿呢？童兄，这可是偶血谱，难道你真让我二哥偶血不成？哼！妙啊！妙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！二位有备而来，不知为我大哥和三弟又准备了些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
这是唐朝张旭的帅义帖啊！这是真迹，真迹啊，是真迹！三弟，不得无礼。要和各位赌斗的是这位风兄弟，三庄主可别找错了对手啊！我大哥呢？给他准备了什么？在下还有一部广陵散的琴谱。请问，倘若梅庄之中，果真无人能胜风兄弟，又当赔什么赌注呢？风兄弟追求武道巅峰，与当世高手印证剑法。倘若我们侥幸得胜，转身便走，什么都不要。原来风兄是来求扬名来了。好，那咱们就去演武堂比试一番。风兄弟剑法高明，佩服。此番比试已分胜负，还请风兄移步后院，我们继续切磋。听说二庄主这个棋盘可是个宝物啊，能收各种兵刃暗器。童兄，当真博闻，佩服。请二庄主赐教。
童爷，二庄主吩咐，让您在此处等候封爷。大哥，华山派的风兄弟来了。让他进来吧。里面请些啊。大哥，老夫黄忠公未曾远迎，恕罪。晚辈来得突然，还请前辈见谅。风大侠能连胜我3位贤弟，剑法高超，老夫佩服。哎，侥幸得胜。前辈要在此较量吗？我这把老骨头了，恐怕抵挡不了风大侠一剑。不过，毕庄还有一位剑术高手，风大侠若能胜他，这场赌局就是你们赢了。大哥，哎，这什么画？你说这幅画，这是我家主人的。这位前辈性情比较古怪，不愿见人，需带头套前往。在里边。
向大哥，我们要救的前辈就被关在这儿吗？他到底是谁啊？事到如今，我也不瞒你了，他便是日月神教的教主任我行。任我行？那不是莹莹的父亲吗？正是。莹莹对我恩重如山，就算刀山火海，我也要救出任前辈。好兄弟，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若能战胜梅庄四友，他们贪图宝物，定会带你去和教主比武。你将这颗蜡丸交给教主，他自会明白。这是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刃，到时候会派上用场。我想你和教主替换身份，先助他脱困，等教主神功恢复，我们2人再回来救你。果然妙计。小子，剑法不俗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在下华山派风二中。没听说过。任先生，这位风爷是华山剑宗前辈风清扬的堂弟，剑法之高，当世少有啊。难怪，得到了风清扬的真传。我们弟兄4人都是风爷的手下败将，任先生剑术虽高，恐怕也不是华山剑法的对手。想借老夫之手料理强敌是吧？想得倒美！老夫10年没有动剑了，剑法忘得干干净净。你们都滚吧！哎呀，听说任前辈当年纵横江湖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却唯独怕我堂兄风清扬一人。放屁！还听说啊，任前辈有个外号，叫望风而逃。这个“风”字呢，指的就是风清扬了。小子，你不用激我。唉。既然前辈吓破了胆，咱们也不用比了。不过前辈的外号得改一改，不能叫望风而逃了，得叫闻风而逃。放肆！比就比，老子还能怕你不成？任前辈请。领教华山派剑法。互相上下果然很厉害。
任前辈盖世神功，在下认输。冯大侠，愿赌服输吧，咱们这就去见童爷。任先生，您老不愧是天下第一高手，我们兄弟就不打扰您休息了。冯兄弟，真是剑术高明啊，在下佩服。走。姓童的，冯二中已经败了，难道你想反悔不成？哈哈哈哈！三庄主，你多虑了。接着。大哥，咱们先走一步，告辞。大哥。骨骼震碎，是被人以刚猛的掌力所震死的。二哥，肯定是那姓童的干的。对呀，这打狗也得看主人吧。大哥，要不去追他们？走。死了2个奴才而已，不必大惊小怪。这妙哉，妙哉呀！你看，教主。蓝凤凰手里的那条红蛇能够追踪到你，你身上是否有什么印记？绝对不能让东方不败和人我性碰面，否则后患无穷。明天让我扮成你，去引开东方不败。神秘人潜伏多年，教中势力肯定根深蒂固。是我低估他了。他既然处心积虑的想要夺取日月神教，那干脆给他算了。你跟我回云南总坛，你想干什么干什么，教主也可以给你。任教主对我恩重如山，我绝不能让日月神教落入奸人之手。蓝姑娘对我情深意重。东方无以为报，可惜大业未成，实在不敢顾及儿女私情。神秘人练成葵花宝典，暗中又有无数的党羽，你是斗不过他的。我担心的正是这个。他不出手则已，一出手便是雷霆万钧之势。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神秘人的踪迹。不必再借助火王之力。
蓝姑娘，来，你答应我一件事。答应你什么？立刻赶回云南，不再参与江湖斗争。为什么？那你呢？说来说去，你还是想把我给甩开。东风不败，你不要以为把我推开就能表现你大丈夫、大英雄的行为。我告诉你，我蓝凤凰也不是等闲女子。难道三生脑神丹毒性又发作了？静心凝神。自从你救下我的那一刻，我就跟定你了。你逃不掉的。我知道，可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了。你不能因为我前功尽弃。不成，我们再另想办法。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。东方少使，不要躲躲藏藏了，赶快现身吧！上官长老，念你对神教立有汗马功劳，你若弃暗投明，我定会从轻发落。
动手吧。投降吧！你为什么要掩护神秘人？为什么？东方不败，你自负智勇双全，其实是有眼无珠，偏要跟任我行那个无情的老毛头卖命。不过这2个人已经回来了，现在。这地牢这么热，谁把任前辈关在里面呢？老夫生平快意恩仇，杀人如麻。囚居湖底，一身通天彻地的神功，不免与老夫枯骨同宿。不知老夫之能，遗憾是也。老夫神功精要，留于此处。后世小子习之，自可纵横天下。当令丹田常如空香，横似深谷。须知空香方可储物，深谷始能容水。丹田中若有丝毫内息，便即散于人脉诸穴。为何跟我师父教我的内功心法恰恰相反？若常人练此功，无异于自废内力。想必任前辈被困在此多年，怒气难消，故意捉弄别人吧。丹田有气，散之人脉；如竹中空，四骨横虚。我伤重难愈，全因体内有多种异种真气无法排出。此口诀教人散去内力，于别人是祸，于我却是大大的福音。丹田有气，散之任脉；丹田内息，散于四肢。丹中之气，分注八脉。吸星大法，你是人我行。
出江湖，若想报仇，来孤山梅庄便是。恭喜教主功力尽复。教主，咱们该去救令狐兄弟了。好兄弟，最多10天半个月，我们定会回来救你。不忙，可是我答应过令狐兄弟。本教主自有安排。刚才我故意放出消息，为的就是引蛇出洞。我不但内伤痊愈了，内力还大大增加，真是因祸得福啊！任先生，这几日天气炎热，您老人家身子可好啊？任先生，我给您带好吃的来了。接着，任先生。晚辈求您之事，不知任先生考虑的如何呀？任先生，来，前辈一世英雄，何苦在这地牢中受罪？只要您肯将吸星大法传给晚辈，我一定助您脱困呐！前辈。当真能帮我脱困？千真万确。倘若你练成神功，再反悔，我也拿你没办法。前辈传授神功，我便是您的弟子，我怎敢做欺师灭祖之事？好，每次带一瓶酒，带一只鸡，我便传你4句口诀。如此甚好。丹田有气，丹田内息，丹田内息，散之人脉，散于四肢，散于四肢，如主中空，膻中之气，膻中之气，四骨横虚，分柱八脉，分柱八脉。谢前辈。好好背熟。是，弟子3日之后再来看您。散于四肢，分柱八脉。这神秘人究竟有什么目的？让沙关云心甘情愿赴死？你想说什么？今天我在上官云身上闻到一种香味儿，是胭脂的香味儿。什么意思？这个香味儿是杨总管平时所用。你的意思是说小妹是神秘人？这不可能啊！小妹她不会武功。再说这胭脂满大街都是，上官长老说不定是从别的女人那儿沾惹上的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。我告诉你，
你的小妹曾经告诉过我，这个香料是她亲自调制，而且是独一无二的，就她自己使用。那也不能证明小妹就是神秘人。你想多了。可是，她……好了，让我一个人静一静。黑白子想偷学吸星大法，我要用这口诀好好逗逗他。也不知过了多少天，向大哥怎么还不来救我？刚刚收到飞鸽传书，上官长老正在来此途中。上官长老怎么会亲自前来？不只是他，连主人也来了。主人。前辈，我家主人今日便到，定会对您不利呀！还请前辈传授口诀，弟子好救您离开。时间紧迫，前辈就别犹豫了。好，我传你口诀。多谢前辈。前辈，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清啊！啊！心大法，前辈，饶命啊！把门打开，我饶你不死。听说任我行重出江湖，还杀了峨眉4老中的3老，竟有此事！任我行还放出话来，说自己就在孤山梅庄，想报仇的尽管去找他。是吧？主人大驾光临，属下未曾远迎，罪甚罪甚。黄忠公，你可知罪？任我行是如何逃出去的？绝无可能！任我行此时就被关在地牢内。不久前我们4兄弟还去地牢里看过他呢。是啊，是啊。哼，还在狡辩？那你们现在去将他带来见我。是是。哦。二哥，二哥，追！
主人，任我行，逃走了。快先把二弟放下，追！阁下好坏的身法，哼，任我行呢？不知道。令狐兄弟，向大哥任前辈。好兄弟，委屈你了。你，你果然还是来了。我正愁找不到你，你却自己送上门来了。老夫10年未见天日，就想弄清楚一件事：你到底是谁？交出吸星大法，我让你死个明白！手下败将，还不吸取教训吗？放屁！老夫当日要不是被5岳剑派围攻受伤，就凭你，也能偷袭得手？老家伙，还没玩够吗？让你尝试一下葵花宝典的厉害！快交出吸星大法，否则本座让你生不如死！教主，我来迟了。